首期3萬蚊，月供3000，你就可以入住呢一套專梯專戶嘅一個精裝修嘅3房單位吓，而且而家開發商做翻活動，送你一個產權車位，同埋咧我哋全屋嘅家私家電做到真正嘅拎包入住啊！咁呢個小區咧都好多香港人住嘅，因為咧佢翻香港真係太方便啦，附近就有香港嘅直達巴士，每一日咧有25個班次往返嘅。1個鐘都唔使就可以翻到香港噶啦，而且旁邊咧仲係我哋山姆會員店啦、大型嘅商場啦、超市啦，應有盡有吓。而且呢個戶型嘅格局咧係十分唔錯嘅，佢可以做到南北通透吓，好少3房可以做到咁樣嘅格局，而且佢係一個正南向嘅陽台嚟嘅，望住我哋小區嘅園林綠化吓，全部都係現樓，入住率好高噶啦！你睇下對面嗰啲全部都入住晒噶啦吓。咁而家呢邊嘅單位咧，仲有部分嘅樓層嘅吓，首期3萬蚊，月供3000，你就可以輕鬆入住咁靚嘅一套精裝修3房單位啊吓！而且咧一步到位，開發商送你產權車位，送你全屋家私家電吓。你只需要花幾萬蚊，你就可以入住咁靚嘅一套單位啦吓！而且咧配套咁成熟，同埋咧好多香港嘅朋友做鄰居啊吓！精裝修現樓仲係萬科物業，有保障。有興趣嘅朋友聯繫 Lily 過嚟實地睇睇啦。而家可揀嘅樓層都唔多噶啦吓，辦晒手續即時入住，現樓現證，唔需要擔心爛尾吓。